哇，超誇張啊！今日成個中山北部嘅朋友都嚟咗呢一度，中山嘅新地標文戶啊，海雅繽紛城今日開業啦！快啲睇，名牌 Outlet 直接開到門口，一折着數執到手軟啊！你想飲嘅網紅奶茶全都有，話明係海雅繽紛城，真係冇呃你啊！由朝玩到黑都得。呢度仲有巴士可以直接返到深圳或者港珠澳，超級方便啊！喂，你睇下我見到邊個？余韻韻啊，真係真人靚過搶鏡啊！玩完食完咧，我問咗句，住喺樓上咧，係咪好似擁有成個商場做自己嘅客廳咧？你知唔知原來真係好多香港嘅明星，好似佘詩曼、肥媽，佢哋已經喺呢度已經買咗樓，做咗業主啊！即係話，如果你落街買餸，可能同明星撞到正啊！心郁郁想同明星做鄰居，幫你白到啦！佢哋呢一批示範單位可以隨便上去睇啦。至於價錢呢，總價36萬就可以上車啦。計翻條數，用咁平嘅價錢買一個永遠唔會正確，樓下就係吃喝玩樂，仲有機會同偶像做街坊嘅生活，你話值唔值呢？講都無謂，快啲聯繫我哋，帶你過嚟親身感受下啦！